好啦，呢條片教大家點樣可以從冇花變成有花。咁首先就望一望機面上邊，部機係一個完成洗好嘅狀態。再望一望機底呢度有個號碼開關掣，03係表示冇花，01係表示有花。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呢，你撳佢應該冇反應嘅。咁你必須要熄一熄機，重新開機。咁呢段時間幾秒內呢，你可以將佢一個加一個減。咁撳到去01就表示係打有花。咁之後就唔需要熄機㗎啦，等佢 hold 停咗。OK， 完成呢個動作。好，咁然之後依家呢個程序你見到綠色嘅牌，咁我哋放落去嗰陣時，放埋啲綠色嘅花落去，就已經完成咗啦。佢呢一鋪升上嚟應該係藍色嘅牌嚟嘅。咁只要將下一鋪洗完之後藍色嘅花放埋落去就完成啦。